大家好，本人呢就係香港大埔女祖觀張龍潮觀長。今天呢都係講解關於有善信叩問扶乩，佢想同人合作，一個姓李，一個姓劉，合作做一種貿易生意。佢叩問先生，呢個生意個項目有冇一個財源滾滾來，即係有得做？而呢第二個提問呢就係合夥人，呢兩位姓李姓劉係咪可以係一個合作夥伴？祖師扶乩刺事，女祖師刺事嘅扶乩呢，財路亨通，人可稀。呢句說話呢，即係話呢個貿易生意呢個種類呢係有得做噶，係揾到錢噶，財運亨通啊嘛。但係點解會人可稀呢？咁即係話小心拍檔嘅人選啦。第二句呢，就敵眾我寡，人像勢，只可以共患難，唔可以共富貴噶呢兩位人。咁而扶乩叩問扶乩嘅善信呢，就質詢，唔係喎，我同嗰個姓乜姓乜嗰個幾廿年朋友嘅喎。反而另外嗰個姓乜姓乜啊外人嚟嘅，我點解會係敵眾我寡呢？我眾敵寡喎。我話我張龍潮師傅啊，徒兒無數，欺師滅祖，反轉豬肚就係乜乜，大有人在啦。我話你個朋友叫做乜嘢啊？皇帝個仔啊，都可以殺死佢爸爸，皇帝自己登基啦。玄武門喺歷史都有啦，所以唔好信幾多年朋友，我夠信好多徒弟啦，一樣反轉乜嘢就係乜嘢啦。欺師滅祖，大有人在。又話當我同我太太係再生父母，又如何啊？唔好信呢啲。咁我叫佢追機問祖師，生意有得做，唔好放棄啊嘛。有乜方法可以避開呢個事件發生呢？咁追機問如何處理人事嘅安排。屋上門名雙作，呢個意思呢，即係你掛個招牌啊，就要有大家嘅名。門匾難拆，人難分。個牌匾啊，即係招牌啊，正所謂譬如你某一個品牌係用咗人名噶，咁變咗你就唔會俾人哋拉落去啦。即係我話俾佢聽，扶乩刺事呢，第一佢唔係做呢個生意先，要搞清楚註冊公司法律嘅責任同埋公平公正，揾律師去將乩文所講人心難測。而家人多數見利忘義啊，冇咗仁義道德，亦忘記咗關聖帝君嘅仁義忠勇噶啦。做生意一味掛個關帝，供奉關帝，但係都冇咗仁義道德啊，亦冇一個社會責任嘅。所以就係首先唔係做呢個生意開波先，而係坐埋揾律師寫一個全面，喺國內又好，世界各地好，合情合理一個做生意。喺呢度呢，就帶出，因為古時呢
就係一個掛個招牌，一個門面門嘅牌匾，咁咧人哋就揾到呢個老細就咁嘅意思，所以呢，要佢搞清楚註冊公司，將來有人離開係唔會食埋其他股東嘅股份嘅，咁佢好開心，感謝祖師嘅慈悲，祝願佢呢個事業呢個貿易生意興隆，事事如意。